现代人是一人一支手机啊，行到倒就飞到倒。来看台南，就试办伫过路人的车红顶增加倒影伫涂骹，就是要提醒即寡买手机的过路人注意车红顶。不过实际效果要搁爱观察。台南市的中华西路甲南岛路路口，顶日互民众发现，我行人穿越道的号志下骹出现特殊的光条，不过日时光条看无啥清楚，日头落西了后，红色甲青色的光条配合行人穿越道号志的变化，就加较显目。主要希望对行路也伫咧买手机的阿头族更加有警示效果。骑过去，我就觉得它的作用是什么，我也是搞不太清楚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样子啊。我觉得它是治标不治本，它只有警示的效果。对，然后你在玩手机，有的人可能看到它也是一样玩着手机过着马路。但民众对号志边加装的照射器感受无深，其实交通局伫2021年也捌伫中西区的中山路甲西华南街口，伫行人穿越线的两边涂骹试办台式发光嵌灯，不过地面式的嵌灯熬予车辆挡压，去年改良用倒影灯的方式。应该会看到，然后就先放下来，然后再往前走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有效。我觉得是好的啦，但是可能还是要多宣导这样。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设置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在黄昏之后，我们有来测试过，其实现在效果跟民众的那个判别度其实还蛮高的。我们的用意主要是再来多加装一个提醒用路人提示的作用。民众看法真无同，市府强调，行人辅助系统是要加强号志的辅助，目的是要提醒过路人注意停号，当然不是鼓励方便阿头族。尾后嘛会继续观察成效，也有民众的反应。记者温正兴综合报道。